一啲單位咧，發覺到咧入面咧，佢有一個咧叫做尖角嘅情況會出現啊。而咧喺入面咧，你就咁睇落去咧，你會發覺到零零四四咧，發現到有個牆角咧，嗱一般牆角正常係90度噶嘛，你會發覺到咧呢個牆角咧係細過90度嘅，零零四四咧好似一個梯形啊咁樣尖咗出嚟啦，係啦，好似呢一個圖咁樣咯。咁咧，如果你本身咧你嘅工作啊，或者你經常咧都要喺呢啲尖角嘅單位入面咧係出入嘅話咧，你要留意翻啦，呢一間屋咧。一個空間入面咧，就呢個啦，雞蛋挑骨頭啦，同埋咧就會好多咧，即係呢個人事嘅鬥爭啊，人與人之間咧就會少事咧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挑剔啊，又或者咧有好多咧不滿意嘅狀態。簡單啲咁講咧就係不務正事。如果一間家居嘅話咧，屋企人咧就經常咧都會有頂頸啊、嗌交嘅情況出現。如果係一個工作崗位嘅話咧，你發覺到入面咧嘅人咧就係咧不善於咧就係呢個生產，只係不停咧就係咧你又挑剔我啊，我啊嫌棄你啊，我就唔中意你啊。個人咧啲眼尾咧就好似有把鋒利嘅劍喺度咧，就眼超超、眼啤啤。點解有咁嘅中嘅傳落嚟嘅法則啦？任何一個環境要運用能量運用得好啊，必須咧就天圓地方。如果你係祭天嘅，好似我哋北京嘅天壇佢係圓形噶嘛，祭天就要用圓形啫。咁但係咧我哋人住嘅地方咧就必須要係正方方咯。咁當然基於呢個啦，寸金尺土啦，有啲就長方形，有啲係正方形，都冇所謂啦。總之你嘅牆角係出現咗有正常嘅90度咧，咁就可以係叫做 OK 噶啦，咁就已經係合格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出現咗一埲牆咧，佢嘅角度咧係細過90度嘅話咧，咁呢啲屋咧就會好容易咧就會咧多一啲挑剔啊。你有冇留意到呢個尖咗嘅角度，好似一把劍啊，個劍鋒啊，或者個刀鋒啊，一個尖銳性嘅情況出現，所以就會令到咧磁化咗入面屋嘅人咧就會有一個奄尖嘅狀況啦，亦都會咧令到人哋咧所有事情咧都會挑骨頭啊，你唔滿意我啊，我唔喜歡你啊。簡單啲咁講咧，間屋入面咧就出現咗呢個叫做刀光劍影咯。源自於就係因為有一個尖鋒，有把劍喺度。我唔知呢個係倚天劍定屠龍刀啦。但係咧個拿住武器喺手嘅話，只係隨時預咗咩啊？預咗同你要隻抽咯，預咗同你咧有任何嘅意見嘅對立咧，就話片莫金咯。明唔明白啊？唔好意思，講説話比較俗語咗少少，咁啊到肉啲，等大家係明白啫。可以嘛？咁你可能會問Ken Sir，呢啲係點樣去處理？呢啲如果短時間處理嘅話咧，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啲圓形嘅水晶球落去咧，去擺嗰個角位，或者咧擺一啲凍水落去咧，令到佢咧呢個尖鋭嘅鋒利咧就會咧得意咧就係呢個鋤鈍咗佢。如果你真係長遠嘅話咧，就必須要咧就係咧將呢一個單位透過裝修嘅方法咧，將佢咧拉成咗咧就係呢個正方咯。呢啲係一啲最普通亦都最折衷嘅解決方法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會產生咗咧好多咧挑剔嗌交，或者甚至乎嚴重啲，有啲人咧就會咧就係精神衰弱。Ken Sir咁多年咧見過最嚴重嘅情況咧，甚至乎個腦要開刀咯，恐怖唔恐怖？所以冇價講嘅，環境能量係直接磁化緊我哋嘅身體，磁化緊成個空間入面嘅朋友啊，所有嘅生物啊，包括埋你隻貓、你隻狗、你啲寵物都會受到影響咯。何況我哋係人，關心健康嘅你，必須要注意呢個環境能量。想創業成功嘅你，呢一個環境能量係直接磁化咗你嘅思維同埋你嘅行為，再加埋你做事嘅動力啊！假如大家想掌握到更加多咧，關於呢個環境能量啦，點樣透過風同水呢個五行嘅力量咧，去咧將我哋嘅運氣去提高，因為能量越大咧，就運氣越好；能量越高咧，就吸錢咧就越多。你想錢多啲啊，定係運氣好啊？定係又想錢多又想運氣好啊？可以參與咧就 Ken Sir 一個國際版嘅網上課程，內容詳細嘅資訊咧，你可以透過片尾嘅方法聯絡翻 Ken Sir，可以俾翻一啲資訊你咧去參考翻。透過呢個網上課程24小時自由學習，冇時間空間嘅限制，只係需要上到網。加上咧，你可以有乜嘢事情咧，Ken Sir 都會直接咧就話解答翻咧你不明白或者疑惑嘅地方咯。可以嘛？喺我呢度再同大家講其他嘅資訊啦。